台南市安平國際同濟會所推動的品德教育定金計劃，今年邁入第6檔，關鍵優質單位教材含社群活動費用20萬，鼓勵學校持續把品德教育加入教學當中。有3000多位小朋友受到這個活動的嘉惠，對，那自由那小乾坤和悠遊自在，那在這6年時間裡面，由學校老師的引導，已經漸漸的見到了的成效。透過品德教育，可以改善這個小孩的品德，然後讓小孩子的成年以後，不要去做壞事。第2期選定安順、大港、藥井、梨林4間國小，其中梨林國小品德教育已經擁立理想課程。經過1檔的時間，學生的品德素養加家長的回饋，攏有相當好的成果。利用我們課堂的時間，包含早自修的時間，還有我們在餐前5分鐘的時間，以及我們有一個大集會的時間，針對全校一起來推廣這一套的教材。安平國際同濟會所關鍵的2套教材，攏是來自中華文化，並結合現代生活故事，以3D 動畫科技的方式來呈現。趣味的劇情受到學生喜愛，同時也傳達做人處事道理，建立良善品德。台南市民社會採訪報道。